剛剛煮好嘅飯菜擺上台，手機擺站，點開畫面，揾返個專屬下飯片播住，咁先正式開餐。一邊睇住畫面，一邊食得津津有味。近年電視劇千綜藝、比賽精華片段、3分鐘劇情簡介等等，成咗唔少年輕人填補碎片時間嘅精神零食，大家都搞佢做電子榨菜。歡迎收睇今節生活大求真。我哋今日為新宇探討一個影響住唔少近份人嘅社會現象——電子榨菜。電子榨菜究竟係對抗孤獨嘅止疼藥，定係一種令人上癮嘅電子安慰劑？同我哋一起揾下個真相。而家呢個時代真係超級少榨菜啊！冇電子榨菜點食飯啊？我試過一次，手機冇電，部機熄咗，碟飯凍咗3次，我連軟爐都冇想開親。一開始都係驚尷尬啫，玩啲片現場，開住 B 站、抖音，跟下短片咯。點知一係就上癮。而家我排食同過陣5分鐘。我都可以睇晒2段陰魂盡嘅精華短片，冇片冇聲，我個嘴都唔識得點樣食飯。而家同朋友一齊食飯都冇講嘢㗎，大家各自開片，各自合飯，齋坐喺度喐都唔要，成睇人得部手機最忙。其實唔知食飯，沖涼又播，搭車又播，甚至飯夠到要煲電子榨菜做麵，冇先係瞓唔住。由大學生啱尾嘅經歷睇嚟，所謂嘅電子榨菜就好似唔止係示範嗰陣嘅調味版咁簡單，佢已經慢慢啲滲透於我哋生活裏面嘅每一個紅區。所以今日我哋請到 UBC 大學社會傳播學嘅黃博士。黃博士你好，你點樣睇呢個現象呢？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 UBC 大學社會傳播學嘅黃博士。感到電子榨菜，如果從傳播學嘅角度去睇，其實佢係一種典型嘅多網絡感官刺激。相比起純文字內容，影片可以同時調動圖像、聲音、節奏同埋色彩等多種元素，對俾觀眾一個更加全面嘅視覺同聽覺體驗。係啊，我自己都有留意到，身邊有好多人睇短視頻已經成咗一種習慣。咁從傳播學嘅角度嚟講，其實呢種現象係唔係只係一時嘅偶然，定係已經變成咗我哋現代生活裏面嘅一部分呢？最近我哋睇咗一項嘅有趣嘅小型調查，總共回收咗203份有效問卷，當中有93%嘅受訪者表示自己要睇電子榨菜嘅習慣。從呢個比例可以睇得出，呢個唔單止係一個文化現象，而係已經滲透咗於現代人日常生活之中，變成一種好普遍嘅安慰模式。另外，我都想分享下部分市場方面嘅數據，有65.5%嘅用戶揀咗15至45分鐘之間嘅影片，至於內容偏好方面都好明顯，大家鍾意輕鬆之餘搞笑解壓嘅內容，例如周星馳電影《甄嬛傳》呢啲，幾時都有人睇。相反，如果內容太燒腦、太沉重，就未必啱用來下飯。我哋調查顯示，偏好高能懸疑類型嘅只有20.6%，至於鍾意銀河深度內容嘅就得13.8%。咁聽落去，電子榨菜真係有公式，時間時鐘，內容輕鬆。咁黃博士，其實我都想問下，對呢種輕量化內容嘅依賴，會唔會潛移默化嘅影響我哋獲取資訊嘅方式呢？冇錯，我都想提醒大家一點，唔係所有影片都值得大家反覆睇。電子榨菜的確可以帶嚟一定程度嘅情緒慰藉，但如果我哋開始1、2、3餐都離唔開佢，先至上廁所、沖涼、行路、瞓覺都要煲啲聲音嚟陪住自己，咁就唔係調劑，而係一種心理依賴。真係好想講一句，所謂嘅電子榨菜其實係用高度嘅娛樂刺激去遮掩一種我哋唔夠膽直視嘅內心中嘅空虛。根據一項外國嘅實證研究發現，邊睇片邊食飯嘅時候，飲地嘅二磷食材為平均上升15%。電子榨菜唔係唔可以睇，但真有少睇，千祈唔好當佢係主食過生活。我唔同意你講嘅啊！嗰年老細佬死都唔肯食飯。結果我煲咗紅蔥俾佢睇，佢一口食咗3碗，嚇到我媽，因為佢斷食肚胎。你屋企人都冇理過佢咩？我落到食飯會睇兩件。我阿媽食咗飯，晒糕點咩？老年白總鍾意送我嘅短片。而家呢個年代就係咁，碎片化到不得了，生活節奏又快又亂。
人同人之間又好是隔住重重，電子雜菜就好是一種便捷又方便嘅情緒舒緩方式。講到底，佢其實係一種低成本嘅自我照顧。換波時，我懷疑你食飯嗰陣太機械，聲口文獻，根本就冇睇過靜靜嘅電子雜菜啦。好啦，多謝阿美，多謝黃博士。今日我哋討論咗電子雜菜，有人話冇佢真係食唔落飯，有人覺得有佢反而吞唔落鹽心。咁下一次開飯，你係先夾菜定係先點播放？多謝收睇今次生活大球針，我哋下一次再見啦。